我喘气。歹势，我拄则无坐着公车，无看到公车，我往走下来。歹势，我毋是故意，你敢要知影即马几点啊？我等你等足久啊呢。歹势啦，我真正毋是故意，我都无看到公车，我讲笑话你听。笑话是会当听看卖啊？你敢知影倒一个英文字母永远袂低倒？英文字母倒一个啊？是 F， F 为什么？因为 F 啦。敢无好笑？我甲你讲，你若是用跳的跳歹势，互我看，我就甲你原谅。用跳的，要安怎跳？我袂晓跳啊。我甲你教，足简单的。好啊，安尼嘛，甲囡仔遐囡仔这教。咱若是想要甲别人讲歹势，就甲咱的手黏起来，黏起来，放伫目眉边啊。目眉边啊。甲别人讲歹势。哦，安尼讲歹势哦。对，而且英语甲日语嘛爱有哦。英语甲日语，这么 international。无毋对，咱来国际化。国际化。该外边讲 ，sorry 是你嘛せ。哦，那咧咱做黏起来做一遍哦。准备开始。歹势 ，sorry 是你嘛せ。哦，安尼做有诚意的呢。做有礼貌的。后一步，咱来甲咱的手关起来。关起来。你敢知影爱放伫倒位咧？放伫目睭的，我无爱看到你，你嘛无爱看到我。安尼我无爱甲你原谅啊。歹势啦，我毋是故意，讲声笑尔，对无？无要放伫底。当然是嘛爱放伫肚仔。放伫肚仔？亲像日本人安尼，足有礼貌的甲别人行咧，是咧，咖喱会是咧。哦，安尼共行咧，安尼嘛爱放伫咧大腿边啊。唔对，手踮伫大腿，佮行一个咧。哦，咖喱会是咧，我手抓，我忘心肝手抓，我真正袂敢安尼做啊。你竟然讲忘心肝手抓，遐尔有诚意，遐尔有礼貌，安尼我愿意甲你原谅啊。囡仔遐囡仔这，恁敢知影要安怎共回事咧啊？安尼咱做伙对音乐来跳这条歹势。毋是跳故意的，我直接甲你行咧，后摆袂搁安尼做。歹势，sorry すみません。是咧，甲你话是咧，害你目屎直直流，我毋是跳故意的，我直接甲你行咧，后摆袂搁安尼做。是咧，甲你回是咧，害你目屎直直流，我毋是跳故意的，我直接甲你行咧，后摆袂搁安尼做。